报道。 台电推动协和电厂改建，在地团体是认为讲会破坏环境哦，所以非常的反对。台电嘛修正开发范围，推出3点控的方案。基隆市政府暂时宣布讲，之前市政府同意的2.0方案先撤销。时代立委、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早起就办协调会，在地团体是讲，若是环保署的环评会议继续安排审查，因就要去提告。我们将废止 之前，基隆市政府原则同意2.0方案的公文。即马基隆市政府宣布要废止原地同意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开发案，安尼协和改建案嘛出现变数。为着要减轻开发天然气对海洋生态造成的冲击，原本要甲海吞吐起来所在，台电即马讲要甲缩小，搁要刷向东边，在地团体的积极审选的地点是愈无妥当。它其实是不断的对我们的生态保护区、自然海岸来去做掠夺跟侵蚀。 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指出，物件的内容显示有第3方验证的基隆港水港模型试验，含真实超准模拟报告指出3.0方案对航安有风险，而且即马资料阁还未送到环保署，安尼环评审查就应该要停止。这个都已经涉及到触犯环评法第20条的刑事责任，明知为不实事项而记载者。 原本按算这礼拜5要举行的环评延续会议，环保署说因为参与的委员人数较少，所以就取消。顶部的协调会，环保署就强调，当选的3.0方案也伫咧开发的范围内，嘛指出市府即马向无同意开发的决定，未去影响到停输进行。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环评的相关程序来进行，不会依照其他法规审查的结果为前提。 前一任的基隆市长林佑昌是强调，过去市政府同意开发，但是无代表讲都是核准开发。原则同意是同意，他这个调查报告，并不是基隆市政府去核准。 林佑昌指出，台电伫咧开发范围内做过水产动植物的调查，调查结果认为影响无大，而且开发同意含即马向予市府废止，台电无法度接受，要提行政强制。另外，环保团体嘛合约争议也未解决，环保署若甲环评排审查，就要提告公务员违法道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湾里